咒罪人，不信亦说行无偏至，视听言动合乎中庸。无灵凡界非鸾显化，修身阐述贵在知行。诵经明心依经实践，过误但改不有二心。在论人道纲常伦理，仁孝利基道化家庭。父慈子孝人间美景，孝贤门第则明德风。曾子三省刻竹替己，黄香枕清夏凉冬温。一日三朝文王定省，枯竹声损孟宗成名。百孝经文奉为圭臬，老少皆能采衣于亲。家有父老不立为强，安身立命报道奉行。爱亲不误，敬亲不慢，爱敬事亲德教百姓。立身行道扬名后世，以显父母事为孝忠。同